请问台语会讲送盘的，来讲一个戆人，啊，其中这个送是什么意思咧？送盘的哦，送盘的哦会，使参详，紧嘞。是中国宋朝的人，嗯，还是讲菲律宾鲁宋岛，还是讲一个姓宋的。哎，中辈，伊甲恁共对哦，伊甲恁共对哦。哎，中辈，我咧研究啦，哎，会使讲出来，较大声。你有听过送盘的？ C 是无可能嘛，我感觉 A 嘛无可能啊，啊，所以就是送掉的人拢就嘛就票的啊。对啊，啊，万一有第二啊，哦，十你秒啊啊！选 C 就啊得识到是啊，你送感的人啊。觉对一个？哎你呦这，凭感觉呢？其实我嘛唔知。选应该是4、看卖啊。 3、2、1。好来，香的好，我听我的队友的话，好，是经第二个 B，菲律宾鲁宋岛是不是？确定哦， B。确定。加油啊！去，好啦，好来，咱来看看菲律宾鲁宋岛的对唔对？爱相信，爱相信，爱相信。好，来，咱分数我加入去。恭喜啊，得到8千咯！中山吼，有当敢若过台湾嘛，有一寡人讲过番啦吼，是就是去南洋，啊，其中有一寡人去菲律宾了吼，啊，你遐人若转来时吼，人会感觉因为你对国内已经生疏啊吼，所以会甲因骗啦，啊，就讲因是送盘的，还是讲送盘啦，哦，就是要骗遐外来的人，嘿，所以甲因叫做送盘的。